有網友咧就提出震騰騰咧就唔應該係呢一個騰，就應該係呢一個騰騰震。咁其實到底應該係邊一個騰呢？其實兩個都啱嘅，都係指身體顫抖嘅意思。咁但係咧兩者咧可能有些微嘅區別咯，側重點唔一樣。康熙字典咧就記錄咗南北朝嘅玉篇同埋宋朝嘅集韻裏邊，對於呢一個騰嘅解釋咧就係寒生動貌。而去到清朝舉人詹憲慈嘅嗰本《廣州語本志》裏邊咧，對於呢個騰嘅解釋亦都係心寒而震動也。而呢一隻騰咧，佢最初其實係冇任何震動嘅意思㗎。嗱，根據康熙字典嘅解釋咧，就係相安慰也。凡以恩相撫，以心相恤，皆曰騰。即係咩啊？互相安慰咯。佢係一個會意字嚟嘅。嗱，你睇到啦，息手旁加個盾，即係手盾，即係捍衛啊、安撫啊咁樣嘅意思。而到我哋詹伯維教授嘅呢本廣州話正音字典裏邊咧，騰就係驚慌而震動。就即係將呢一個字同主動安慰引申到指向嗰個被安慰對象，即係佢驚到震啊，急需要安撫啊。即係話咧，騰騰震呢個騰咧就係凍到震，跟住你呢一個騰嘅話咧就係驚到震，所以應該係冷得我騰騰震啊！但係咧用驚到我騰晒雞咧就用呢一個騰。騰咧就係一個罕見字嚟嘅，依家已經現代漢語其實已經唔用噶啦，電腦都打唔出噶啦，所以依家咧統一用呢個騰。語言文字咧係要跟隨時代去經歷變革嘅，佢將會變到更實用、更規範性同埋更好咁為我哋服務。只不過咧喺另一方面啊，文化既要發展，亦都要傳承啊嘛。我哋總唔能夠淨係記住新嘅嘢，從而忽視咗佢哋喺歷史長河裏邊一路走嚟嘅樣子吧。對。